顶届任务失败，我的一只脚已经踏咧观察，所以这届我来有2个一定要完成的目标。头一件，我要利用这届亚锦赛，甲顶回咱组织输去遐个钱拢赚回来，赎回我的命。第二，我要报复彭志强，我爱伊失去一切，比死搁较痛苦。少爷，拄则两个才在讲哦，彭志强人两个害做凄惨的。既然你即马也要对付伊，那呢，你有需要出来的所在，请你吩咐。真好，老规矩，我袂互恁白无用的。这球游击手俏皮的飞身扑球，把球拦下来，并且快速的传往一垒，把打者刺杀出局。铁普尔法接到球之后，把跑者触杀在本垒之前，跑者就像撞到火车一样，整个都飞了出去，希望他平安无事。战神挥出了全力打，替地主台湾队拿下了这场比赛的最后胜利。而明天最后一战将决定台湾是不是有机会能够拿下暌违12年之久的这个奥运参赛资格。反正为了大家注意安全，无死角阵每一个人拢袂使起来。我懂，歹势，今仔无懂，歹势，我懂。拜托帮忙一下，啊若无，阮是要等交车。对啊，歹势啦，这是邦桥协会为着保护球员安全所规定的，我嘛无法度。安尼啦，恁有啥问题问我就好啊。好啊。先呢，那点12年无拍到奥运啦，明仔载摕到奥运的参赛权，希望有几成？非常有信心，只要大家正常发挥，应该无问题。情形安怎？妥妥，明仔载啊，大家拢博台湾队赢。一摆啊，咱拢食起来总输赢，唔来当将咱输去10几个赚倒转来，原社会够咱赢袂少。明仔载台湾队是毋是会当输球？就看应案嘛。啥啊？失败。这个，你哪有法度起来？我是国宝集团公关经理呢，今日才开会办活动，请我就是了。到啥物人敢换我起来啊？听人家的酒味，你袂少哦。这个，我今日哦是专工换这手来甲你会识的。你是金龙上好的朋友，啊，不过前一阵啊，因为金龙受伤，我对你的态度足歹，我感觉家己心肝内足袂得过。假使金龙伊若真诚啊，伊知影，伊嘛一定会怪我的。所以咧，我敬你。算是我甲你会识的。来，干杯！啊，我煞袂记啊，你明仔载还有比赛哦。啊无，你的意思是好啊？那我干杯，我干杯表示我的诚意，好不好？其实你唔免向我回实嘞，这个代志你嘛唔免放在心上。歹势，已经真晚，明仔载我搁要比赛。我就痛苦的，我真
是就痛苦。想要啉酒甲忧伤，却愈啉愈痛苦。志强，只有你上清楚我甲奇妙的感情，只有你会当了解我心肝内的痛苦。志强，除了你，我真是不知道有啥物人会当听我讲我心内的话啊！志强。醒来，你坐一下，我泡茶给你啉。你啉伤济啊？啉一寡烧茶，改一下酒咧。改酒？改什么酒？我希望我会当啉到醉茫茫，啥物拢唔知影。当我清醒的时阵，奇妙已经人好好，亲像较早共款。徛在我面头前啊！到迄个时阵，我一定马上答应伊的求婚，去互伊做某，为伊生囝。不过这一切都因为着要救你来受伤，你是无可能的代志啊！志勇，加油啊！志勇，是你啊，我啉酒醉，我白讲话，我毋是你意思，你莫误会。我毋是你意思怪你拖累金明，我只是感觉我跟金明的命运是安怎这么啊悲惨？我真是足唔甘愿，我哪安尼强疼死？你知影无，志强？我几落摆，我以为不忍心，看到伊变成安尼，倒伫眠床顶，我差一点仔就伫伊的面头前自杀啊！心爱，虽然你无怪我，也毋过我无法度无怪我家己。因为今暝我受伤，我袂当推卸要道义责任。一杯酒，是我向你赔罪。要不我好好保重你家己，莫做戆代志。因为安尼，我已经交对不起你。我答应你，我袂做戆代志。不过，我心肝内真是足痛苦。看一
7个人在厝的，我一定后面心。所以志强，你敢会我留在这啉酒？你出去可无要紧，我若啉酒醉，我困在旁边就好。是吧？我陪你啉。我一定和阮在一起，我一定的红粉在一起，我一定的红粉在一起。香啊！等这摆就过去拖拖，啊！王志强，你这款放荡的行为，电视一个播出去，全国的人拢看到啊！我若想要替你暗号，嘛无法度。主席，各位委员，我先因我私人的因素，伫个比赛前夕含啉酒，我愿意接受处分。因为我必须要澄清，其实嘛，小姐是我上好的朋友金庸未婚妻，阮两个绝对是清白，我甲伊绝对无任何暧昧关系。孤男寡女啉酒醉，做伙过一晚，这款情形去用翕到，你即马搁再安那解释，都无人会相信你是清白的。为着要维护棒球协会甲球员的名声，我必须要即时的做出对你无限期的禁止比赛处分。各位代表，咱即摆现在开始举手表决。稍等下，主席，各位委员，彭志强犯错，这是事实，应该接受处分。不过，若是无会参加今日亚洲杯最后一场的比赛，咱台湾代表队可能会输球，安尼就无落摕到期待12年的奥运参赛权。全国球迷若甲这口气出在恁棒球协会身上，到时阵恐惊有人爱落台负责。你即马是咧威胁阮？啊，唔敢，我只是讲出事实。我相信主席甲各位委员拢非常的公平，嘛真爱国，一定会以国家的荣誉做优先的考虑。棒球协会当然是以国家的荣誉做上优先的考虑。好，我先打落来，暂时咧莫作出任何处分，互彭志强带做入国的机会去参加亚洲杯比赛，看伊比赛情形安怎，咱再搁来做决定。多谢主席，多谢各位委员，我保证吼，恁绝对袂后悔做这款决定。安尼吼，我要是个练球啊，我就是配合。
你普通写这拢都袂歹咧，你站来倒来那么济啦？我甲心爱两个人用我一罐 brandy， 可能是因为金庸的代志，阮两个人心情拢无好，才啉酒醉。两个人才啉一罐尔，才无动。好啦好啦，等下去买一开始要直接咧，通准备比赛啦，哈。本志强比赛前啊，林小就甲查某创汉软脚去，把阮赢的球拍甲输去，叫伊去做我较规矩啦。我只叫你们面对每一人，把他写出来，把他写出来，战神方自强曾经是最受到全国球迷爱戴的棒球英雄，高手一算不知影爱惜羽毛，伫比赛真正暗交到朋友饮酒狂欢，失去节力，一暝之间变成失去奥运参赛权的国家罪人。这记者是捌啊毋捌啊？三日乱报都黑白报是咧报啥啦哈？也毋去查清楚，问清楚我到底是安怎？这明明就是心爱心情歹吧？你毋才陪去啉烧酒，你两个也无发生啥物代志啊啦，对无？三日乱报都黑白讲安尼，你甲我查看嘛？查看即间电视台的电话号码几号？我要敲电话来互伊，我要叫伊正式吼，甲咱会室的爱澄清一下。若无吼，我一定要甲告，我要甲告。妈，你较冷静啦，歹势啦。如果是我，你有话烦恼。电视台要安怎报，由在因去报。我真清楚，我甲心爱是清白的。因为另外一方面，我感觉家己真见笑。竟然伫遐尼重要的比赛，啉酒醉，搁拍输球，失去全国观众朋友等待12年的奥运参赛权。不怪，因走来遮抗议，我负起我应该负的责任，接受报社的处罚。做毋对代志吼，你着要勇敢去承担，安尼才是男子汉大丈夫。毋过你一定都要会记哩哦，你一定都要会记你即摆惨痛的教训，后摆你千万毋通搁犯这种错误。少爷，三罪拢尽孝整理出来啊！即摆台湾历史不但将咱输过的10几亿摕倒转来，也搁倒赢10几亿。中义，恭喜你替组织立这个大功，安尼你的命也保掉。好，若无恁的支持，代志无可能遮顺利。以后恁的代志，就是我中义的代志。若是想要来日本发展，拢交互我发落就好啊。干杯！干杯！即马我毋但对组织有交代，阁互彭志强一个人担着失去奥运参赛权的责任。野球英雄战士，即马已经变作是众人骂的衰神。伊哦，永远拢免想要伫咧台湾的野球界阁徛起。只要想到这，我就起毛之意。一人200万，这比咱一年所赚钱搁较济。少爷确实讲话算话，这边咱总算是得着人啊。哼，少爷讲咱这届表现了真好，有意思要安排咱去日本星空集团发展，这是一个真好的机会哦。去日本？啊，那呢，咱的国宝集团进行遐尼侪年的计划。唔都爱放弃啊！所以我要继续留伫国宝集团完成咱的计划。心爱，金甲对你甲彭志强闹出来的丑闻真袂谅解，无可能阁接受你啊！伊拄好趁这个机会，会当去日本对着少爷身躯边办代志。你一定要无惜一切代价，争取伊的信任。万一我这边的计划若失败，
还阁有你伫日本新丰集团乌白两道势力，会当对付金板山。民警，之前你爱我做金明的查某，今摆你搁我做乌道大兄的查某人，先总拢是我牺牲，你到底甲我当作是啥？我当然是甲你当做家己的亲小妹疼惜。我目前无愿意做金板山划过来划过去的一只狗，也毋过狗脚大的物料，我嘛只有吞忍。这一切拢是为了要达成目的，必须要付出的代价。敢讲你到即马，还是无法度放袂记对彭志强迄段感情，所以才唔肯去日本。迄个过去的代志啊，你要提起要创啥？你唔通袂记啊？这边但是我在彭志强的手内面下药啊，才会害拍输球变成国家的罪人。伊的死活早就跟我无关系啊。毕竟我留在台湾，同款会当甲你斗相共对付金板山，谁做你一定要去日本？敢讲你想要一个人独吞国宝集团是？你即马是伫讲啥？咱两个伫这世界上无亲无情，敢有对方？你竟然伫怀疑我？咱无权无势，必须要无少一切代价，把握所有当拯救咱实力的机会。你嘛唔通袂记，咱两个冷血无情的爸母，甲咱生落来煞无车养咱，咱连过年过着艰苦的生活，逐工都要忍受着，互人取笑，互人看紧。只有客爸，真心的爱护咱这两个无人疼惜的孤儿，搁一路出钱，栽培咱到大学毕业，咱才有法度行出悲惨的人生，用钱摇头做人。你看卖，咱的客爸身子牌啊，嘛唔敢摆出来。阮妈身份伫国宝集团做奴才，到底是为了啥？你家客爸讲。我一定会风云再起，我一定会风云再起，我一定会风云再起。温情，我永远记在心肝内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完成你的心愿，将你叫金万山手机的球队讨回来。心爱，我就知影你绝对袂我失望。咱这所有的牺牲，拢是为着客爸，嘛是替咱家己讨回一个公道。金万山，你为富不仁，硬要抢走阮客爸看甲比性命更重要的球队，你话我将伊逼死，害我永远失去这份上珍贵的父爱，然后变成孤儿。是必笑，我爱你用规个国宝集团来现。客爸，心爱讲的话，你拢有听到。总有一天，阮一定甲国宝集团抢到手，互国宝队重新用你好的名金城队称霸球场。本委员会经过投票表决，一致通过，对彭志强作出无期限禁止比赛处分。这一切拢是我家己造成的，我一定会检举到。无反对，
主席、各位议员，志强除了啉酒违规以外，其他完全是一场误会。请大家给伊一个改过自新的机会。我保证已经更加努力，将功补罪。你的保证已经无路用啊啦！啊，之前阮就是听你的话，互伊将功补罪，啊，结果咧，所以害咱失去参加奥运的参赛权，互议论界的批评甲无一块好，所以棒球协会必须要向社会大众做一个交代。本决议即时生效，一直到彭志强你自动退出野球界为止。原来恁生一大人，就是要逼我退出野球界。免讲啦，彭志强拍死都袂退啦，球赛了阮赢就免拍啦。是恁家己无担当，哈，唔敢面对失败，啊，就甲输球的责任推予志强一人担，替人家做道理的。是嘞，阮是尊敬你是野球界先辈咧，你讲话言辞态度嘛爱注意一下。要若无，我是会做出以藐视本协会处分哦。唔免你加费心做处分啊啦！棒球协会都踮你这帮人手中了，你连所作所为拢无咧顾清你，这款做法啊，互人心肝真寒啦！我即马甲你讲，本人宣布即马马上离开野球界，以表示最严重抗议。谁呢？千万唔要冲动，你有安尼做，真是无这个价值。我虽然真爱教球员拍球，但是莫拍了有价值。啊，若有因这帮人拍拼吼，就变啊啦，保证一个就海赢啦，惊！谁？赢了！谁？先生，你敢一定要去山顶的国校教球？这是我真早以前就决定的代志啦。我这世人上爱就是野球，若当伫咧体育了后，搁去教球，敢是真好？真的，拢是我害你的，我感觉真是嘞。我好啦，要念几遍，还要反思。体育年纪嘛差不多啊啦，只是这届拄着抢数较早落尔。棒球协会虽然对你做出无公平的裁决，但是你家己千万唔通失志，对野球唔通失去信心，一定要坚持到底。职棒联盟唔是协会伫咧管的，你只要继续拍职棒，发挥着你战胜的实力出来，4年后你绝对会当拍入奥运，为求成功，知无？我知。希望以后还有机会第四个拍球。等你遐老搞体育，我来看着看卖咧。以后若是有机会，我一定去山顶看你。家己一个人好好照顾家己。想要到先生你要走，竟然无一个球员要来送你，这真正是让人足寒心的。嘛枉费你这么尽心尽力在教。人在人情在，这有啥物好奇怪？只要因来认真拍球，我就欢喜啊！起来！送讲无人来送我，啊，你我唔是来啊？歹势！啊，我著去买饮料甲便当啦，有空我来啦，歹势啦。小姐，啊，这吼，你若伫咧半路巴肚枵时阵，我食。可是我真少顿，我无白烧你啦。小姐，你敢明天莫走3八啊！安怎？你是咧唔敢咧便当饮料烧？天下无不散的宴席。咱拢是爱野球的人，我也是迄句话：一天的野球人，一世人野球人。对，一天的野球人，一世人野球人。看巴的，干嘛的？干嘛的？干嘛的？
摆感觉有较好无？有啦。何翠小姐，我较早敢若毋捌看过你呢。我对家后病房遐调过来的啦。家后病房哦。迄家后病房遐吼，有一个出车祸啊，像转队内面入去，叫做金荣啊。你敢有顾到迄个哈？有啊，金荣已经转去特别病房，不过吼状况无真乐观呢。是安那哟？你是我金家唯一的幸福，你嘛是妈妈的心肝部分。你一定要坚强坚持落去，唔通让大家失望。妈妈在甲你讲话，你有听的无，金荣？你来要创啥？我嘛是较拄则吼，才知金荣大少爷对家后病房转出来。其实我早就想要来甲看呢。唔免啦，阮金荣互恁后生，害到即马阁后悔不起，变成天不甜。我免你俩加好心态，你若免想想要替恁囝脱罪。陶金荣，这一定是误会啦。金荣大少爷甲阮志强。啊，两个敢若袂输参像亲兄弟啊共款，阮志强绝对袂讲哦，挑工要甲金荣大少爷甲车去互车弄啦，这误会啦。毋是跳，干嘛去弄到安尼啊？敢讲爱讲金荣去互车弄是恁这干关系？我麻烦你等去甲恁后生讲，莫叫是阮金荣已经倒咧，倒喺遮，就当从阮金国继承阮金家一切。陶金荣。咱爸爸拢是做人的老母，你的心情我会当体会啦。啊，不过你嘛袂当讲因为安尼，你就黑白来侮辱阮志强。你有啥物资格甲我讲做老母的心情？你讲我侮辱恁的后生，我电都袂请问你，你是安怎教囝的？你的后生甲阮金龙害甲安尼分别不起，安尼叫做不义。看阮金荣咧陪伊，有关伊的离婚妻，安尼叫做不义。金荣因爸爸，即马逐工安尼，手加油手，连需要都不爱管啦。阮这个家已经了你的后生害到乱家散体啊！这么多年来，阮金家在为伊后生拍板去，弟弟。今日是将我无法的结果，现在该继续讲下去。这个火实在是有影真深啊！唉，我一时嘛唔知影讲该安怎解释才好。陶金荣，你若真心爱认为讲，阮志强有做对不起你的所在。啊无我这做老母的，我替阮志强甲你回息的。唔免，就算你母仔囝即摆拢开喺遮，穿个即摆在头，嘛无法度消除我对恁的怨恨。陶金荣，莫讲讲我无要听，你出去，你听我讲者，陶金荣，你出去，你听我讲者啦，陶金荣。
我一定会风云再，我一定会风云再起。都是我唔好。你莫搁讲啊，莫伤心。你无对不起金庸啊，从今以后，妈无伫你身躯边。我不好，是我甲你害到病情加重。我求你，一定要支持落去。要若无我这世人，永远都无得原谅我家己。我有你这个这友好的囝，陪在我身边这多年。有够啊啦！唯一遗憾的是，在我要离开人世以前，我无法度安尼去化解着头家，甲头家娘对你的误会。我叫你莫要讲话好无？你好好休困，你一定好起来。我无讲哦，无机会通讲啊。志强，你敢知影恁爸爸是安怎甲你号这个名？伊是希望你大汉了后。做一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，不管你去拄到什么困难，你一定都要勇敢去面对。安尼你会当了解伊的意思，听有无？安尼听有？目屎拭一个，笑一个，互妈看我绝对袂互你也个爸爸失望。妈相信，相信总有一天，一定会当证明讲。你是真白的，我总有一天，一定会当得到你头家、头家娘对你的了解。
这个翁就已经过身了，你家己该较坚强的，知无？翁，是的啦，我是阮妈妈对你无礼，才害你会变真恶化。我代替伊跪在这，甲你回信的。是的，金妈，这是咧创啥？起来！我妈妈的死，甲总裁夫人无关的。那真是别怪，敢若会当怪我这做好事无才调。我唔但袂当互阮妈妈安心静养，甲别人友好，你要过身进前，要无一定会烦恼。是我不好。电话会，你先起来好不好？金月，来起来。这一切拢是命运的创治，本怪任何人啊！也毋过我的人生就是这么得过啊！志强，请你原谅我，是的啦。金月，你千万唔通你讲，若不是因为我拖你奇妙，这一切过嘛袂了发生。其实我才是迄个上需要大家原谅的人。其实讲到这件代志，我嘛真大责任。较准暗时暗，我心情无好，走去找你，去啉酒醉，困在你的房间内。第二天，也未叫记者翕到，甲咱黑白乱写，阁写到遐尔歹听。即马，毋但总裁甲夫人对你袂谅解，对我更加是看袂起啊！我想，因永远拢袂接受我。那你即马你打算要安怎做呢？台湾到北嘞，我只有离开啊。我一定的风云再起，我一定的风云再起。台湾到北嘞，我只有离开啊。对你甲金明的代志。我除了识得以外，我确实唔知应该讲啥物。大家也无用一天啦吼，时间也无早，若有啥物话吼，等下再搁讲啦，吼。你先回去，我阁想要留落来陪阮妈妈一下。我留落来陪你好不好？唔免啦，我想要一个人安静一下，想我妈在未来的路应该安怎行。先走。金苗，心爱，先的。还有妈妈，每一个跟我相亲的人，拢因为我一个一个来受到伤害。我袂当安尼继续搁拖累，我一定要做一个了解。那就是ご苦労さん、おめでとう。山、
这是罗罗说对。はい。杀！看拜！看拜！看拜！看麦。麦。親分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機会をくれて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おお、忠義、お前の親父の力になれよ。お父さん，你要接大位啊？这位私底下再讲。刑警替你求情，安尼去读字。はい。兄貴たち、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。乾杯！お父さん，我替你停茶。唔免啦，我今仔心情真好，想要加啉几杯啊。お父さん，你拄则也是假醉啊？遮尔侪先拜弟的无假醉，免我行开骹。安尼上好啊！趁这个机会，咱表仔囝会使加讲几句我心内话啊。係。お父さん，我敬你。来。お父さん。若毋是你甲我收留，搁甲我栽培，即届又搁甲卡匠下死命救我，若无，我即马是无可能坐伫你遮啉酒。你是要讲啥？你是阮的客囝，我无听你是要听啥？恁卡匠的卡才拄好，就随走装卡去接酒，过2工就转来。伊若是看到你哦，一定真欢喜。我嘛有特别炸礼物转来互大家，尤其是这哦。我若是搁无传礼物，伊一定会甲我骂甲臭头的。我会感觉你比一般的阿兄搁较疼小姊哦。吴道长，请你放心，我知影我家己的身份，我一定会真有站在的。但我甲你卡匠也毋是青面啊，早就看会出来你真介意这个小妹啊。恁两个也毋是亲兄妹啊，有啥物好顾虑的？我甲恁卡匠不但袂反对，而且会真安心，甲你这个小妹交你。多谢吴道长甲卡上的成全，我一定会尽我的一切来互只有幸福。安尼真好。连我即摆上重要的代志，你来帮助我返去台湾报仇，摕回原本属于我的一切。吴道长。我愿意替你完成任何代志，啊，毋过你若是离开，啊，组织者是要安怎？这就是拄则，我叫你在众人面前莫问我的原因。确实，恁阿公有准备要叫我接大位的意思，也毋过我无可能放弃这20年来要返去故乡的心愿。会啦，我会找一个适当的机会，叫恁阿公帮我离开组织。也毋过我今暗心情特别好，有另外一个原因，就是我听到你讲金万山的孤囝有可能这世人都无可能搁醒起来，我欢喜甲当场差一点就搁笑出来。吴道长，敢讲金万山就是你伫咧台湾的元首人？敢若是我伫台湾的元首人的其中一个，但是讲到这段恩怨，都要为20年前开始讲起。
20年前，我甲我队甲头老大的铁牛铁虎去酒家啉酒，却中到铁牛的死对头乔姑的埋伏。铁牛大个不幸来惨死，铁虎大个身受重伤。为了要逃避乔姑的追杀，铁虎大个送我去日本挖考新房组的伊岛安尼去，想讲等风声较平静，才倒转来台湾。到日本了后，我受到伊岛安尼去的疼惜，甲伊查某囝优哥的照顾，我真自然就加入新房组，改姓伊岛，名叫塔罗。我倒送后来带卡匠生子哦，又搁甲我收留。啊，毋过你并无转去台湾，哪会甲台湾的这个生理人金万山结冤仇？这是一段无人知的古早代志，就是连你卡匠伊嘛毋知这个秘密。既然你提起，我就甲你讲。也毋过你也替我守这个秘密。我倒送，你放心，我绝对袂甲任何人提起。我伫台湾有一个真好的女朋友，伊伫歌厅做歌手，伊的名叫做玫瑰。伊的歌迷中有一个逐工去捧场的人客，叫做金万山。伊有钱有势，对玫瑰真好。也毋过我甲玫瑰的感情，是任何人拢无法度甲阮拆散开。我知影我即马也无迄个能力通照顾你一切，也毋过我相信总有一天，我一定会拼到到头的老大。到迄个时阵，我就无需要搁家己出去甲人拼生死啊！我一定要互你一个真安定、真幸福的日子。我嘛希望迄天能赶紧来，我要替你生足济足济的囡仔，我是要互你一个全世界上介温暖的家庭。我绝对毋是一个目镜，看一个爱一个的查某人。我一家是新房组，就拍算要接叫阮甲伊厝的人来日本甲我斗阵生活。想袂到，我才离开一个月，伊就嫁予金万山啊！我真伤心嘛，真绝望。后来，我才甲恁较上谈恋爱，带恁较上。我倒送，啊是安怎？你迄当时的爱人，哪会遮紧就来去嫁别人？这是为虾米呢？一定是金万山派人探听到玉芬的生活负担真重，趁我无伫的时阵，用钱来收买伊。自从我知影金万山换伊倒大来迄天开始，计划要报仇啊！我被陷害杀人的罪名，20年的追诉期已经超过，伫台湾的人脉嘛已经真阔。即马是我返来台湾，找以前遐对不起我的人讨回一切的时阵啊！我一定会和你在一起，我一定会和你在一起，我一定会和你在一起。少爷，但我原本拢已暗算好要缀你去日本安尼，啊，新丰集团哪会决定要对日本刷来台湾发展呢？这是顶头的意思。恁只要听命令办代志，完成甲高宝集团协调的计划就好。少爷，国宝集团是1000亿的大企业，而且金万山又阁是商场上出名的厉害人物。要甲伊吃掉，恐惊无遮尔简单。就是因为安尼，
顶头才会同意，互恁两个新人参加遮尔啊重要的计划。有恁两个做内线，就已经成功一半。台湾的大企业遮尔多，敢一定要选国宝集团下手？明姐，我嘛是听命令办代志。咱已经是家己的人啊，你若是有啥物为难的所在，做你讲出来，大家会当参详。少爷，我委屈家己伫国宝集团，目的就是想要得到金家的财产。金庸即马是活死人，唯一对我有威胁的真谛冯志强嘛离开国宝集团。假使我会当找到金源，我就会当归碗拍。少爷，我讲的是国宝集团1000亿的资产。我是袂勉强你做你无愿意做的代志，啊，毋过我会甲你提醒一下。这条国宝集团的计划已经开始进行，无可能回头啊！你上好考虑看卖，你要徛倒一边？少爷，民警当然嘛是徛在你这边，只是讲伊的计划已经进行遐尼侪年啊，即摆雄雄叫伊放弃，才是有一点仔可惜啊。少爷。你敢会当请顶头选别间企业的手？我甲民警一定全力配合。一个唱黑面，一个唱白面，恁两个确实是真好的partner。啊，不过这步应该是用来对付别人，不是我。我就甲恁两个讲较白，即摆做这个意思是不管用什么手段，嘛要甲国宝集团吃掉。任何人敢动怒，只有一个下场，死。少爷，伤一时糊涂啦。就算我有钱，嘛有命通我开嘛。阮甲天照打吼，嘛唔敢阻挡少爷恁的路啦。是啦，少爷，爱阮安怎做，做你还。咱即马头一件任务。就是要制造国宝集团的财务危机。恁两个对国宝集团的营运状况真清楚，有啥物好的建议？少爷，国宝集团在日本的制药厂真趁钱，逐年拢有占差不多规个集团要一半的营收，所以若是出啥物状况，国宝集团都爱大地当。心脉讲了无毋对，拄啊这阵金万山为两个后生受伤的代志。逐工啉烧酒，事业拢无去管。因某甲查某囝拄啊接手，社会状况也毋是真了解。要伫暗中安怎舞，拢由在我。非常好，日本是阮新丰集团的地头，我保证，国宝集团伫咧日本的制药厂，真紧就会发生无法度解决的灾难。刷落来，就看恁两个。是。来啊来啊来啊！我自己来啊，我来啊！本人彭志强直接宣布，为即马开始正式退出棒球界。系啊啦，志强宣布要退出野球界，啊，身还阁无伫的，还是要安怎啦？即马吼，干那金管吼，等甲阻止啦。啥？志强开记者招待会，宣布要退出野球界。好了，我现在马上来去考虑你。小姐，代志唔好啊啦。有啥物代志？等我等下再讲啦。无小姐，咱国宝集团伫日本的制药厂生产线发生火灾，全部拢烧去啊！还阁有真侪员工受伤。即马代理总裁哦，爱你过去开会啦，参详哦，紧急应变方法。
生这么大代志，还搁找无人？万生，你到底是走去对去啊？代理总裁。 在座各位拢是本集团的高级干部，大家嘛拢真清楚，日本的这药厂是本集团上重要的命脉之一。这边发生火灾的消息，绝对袂用传出去。若无，可能会对本集团内底正常营运的生理造成真不利的影响。大家知影？是。警官，我拄则所讲的代志，对你这个代理的公关经理有真直接的影响，你有听清楚无？ 代理总裁要对我封锁消息，我会交代公关部门，若是有人问起火灾的代志，一概否认，而且要小心应对。真好。各位，为着要补偿受伤的员工，防因的嘴，而且伫个外界还未发现进前，全力终结。我已经决定啊，要动用本集团内底紧急的周转金。江特总，这件代志就交予你甲财务部锁定去处理。是，我马上进。要毋过代理总裁，卡输紧急的周转金，若是无够 cover 所有费用，那是要安怎？咱是毋是要有一个预备的方案？若真正袂用的，到到目前，咱准备要去申请一条土地，找一间会用信任的银行，秘密进行紧急抵押借款。警官，这件代志你有啥物意见无？代理总裁，你决定就好。好，就安尼决定。江特总，这件代志交予你专权处理，而且你随时要向我报告进度。是。散会。少爷，拄则开会内容你拢听到啊？我甲国宝集团的紧急周转金甲抵押土地贷款，拢总刷去日本身后。台湾这边阁需要用有钱的时阵，就周转不灵啊！你做了真好，继续照计划进行。我一定在一起，我一定的，我一定的。混在一起。咱万来一卡无啊！市桥的行李又拢搬走啊！有够无意思的啦！啊，无甲咱通知一下吼，就宣布退出野球界啦！啊，即摆搁搬出来，啊，你敢毋是朋友？市桥会安尼做？伊是为着无爱予咱机会做这离开啦。啊，鲁爸，袂用的，我一定要找到志强家留落来。拨的号码现已拨通，以上是讯息编号。手机嘛无用啊。国宝集团啦，暗藏伫日本的药厂发生火灾的消息，紧急动用土地贷款，所以本人啊强烈的质疑，国宝集团啊已经发生严重的债务危机啦，随时都破产的可能。古堡集团旗下的古堡银行发生了严重的挤兑现象，现金周转不灵，岌岌可危。代理总裁，银行经理又搁打电话来要求讲要提供现金备用啊。咱集团内底，即马有偌济现金拢动用。紧急周转金甲抵押土地的贷款，全部拢会去日本那边的制药厂处理善后啊。咱即马已经无任何的现金会当周转。银行经理嘛有讲，咱若是阁无准备现金，那安尼恐怕就无法度阁支持啊。明仔载国宝银行可能就要宣布破产。
请你较紧采购，看要安怎处理才好。但是真正无法度，国贸银行只好放好倒啦。至少咱集团内底其他的事业还阁保会掉。袂用的。爸。金大总裁，你总算是出现了吼。我若是阁无出现，整个集团就要毁在你的手头啊！一点危机处理的能力就无，你这个代理总裁是安怎做的？有讲无想拍破爱赔，你即摆问我是安怎做的？我颠倒是要请问你这大总裁，你是安怎做的？为金融受伤到即摆，集团内底大大细细的代志，倒一项你捌管过？即摆这代志出问题啊！你就倒来怪我，安尼敢有道理？总裁，代理总裁，即摆情况真紧急，咱大家无应该搁追究责任啊！咱应该想办法，较紧解决眼前的难关才对。这出错误的决定，也阁唔知影是啥物所在做唔对，安尼就无通救啊！集团的紧急周转金是会留伫最后关头，伫不得已的情形之下才来使用的。日本的制药厂发生火灾，要安怎收尾，会当慢慢来研究。只要整体营运正常，就袂产生信用危机。即马呢，不过我某银行无现金赚来紧急周转，若是倒去，就产生骨牌效应。在生理上，咱来有来往的厂商，拢会要求现金交易，贷款予咱集团的银行，卖将资金抽转去。虽然咱集团有一千个生意，同款会产生信用破产，破倒就倒。好，是我办事不力，我以后会改进。大总裁，既然你这么肯教，是不是当请你即马紧想一个办法，解决咱银行现金周转？我已经明情，请遐个咱有生理上来往的厂商调现金予咱周转，几分你悠哉盈亏，损失淡薄利息钱，会当帮助咱渡过难关，也算是价值啦。报告总裁，我有照你的意思联络一寡有生理上来往的厂商，也毋过因惊咱下倒各个人的利息，伊嘛无愿意提供现金予咱周转。做生意的时阵，趁咱遐侪钱，咱若是有困难，请因斗相共，就安尼反面无令人，安尼未免嘛伤过现实啦。啊无啦，生理场就是这样现实。即马你学到一个宝贵的经验啦。报告总裁，我拄则接到一道集团的文件，也毋过也袂好请人翻译。我敢若知影大概意思是讲，想要投资咱。一道集团在日本是真出名大财团之一，甲咱并无生理上的来往啊。听来我看卖。是。一大集团准备要来台湾投资，调查过，咱国宝集团是一个正派经营又搁真够趁钱的优良企业，愿意提供资金，帮助咱渡过难关。有遐尼大的财团，甲咱斗相共，那咱就有救啊！伊的条件是按咱国宝集团提出股份来甲因交换。林庙金万山，互伊亲身体会到被人翻倒大海，甲失去一切自由。金苗牺牲家己来救你，伊嘛无管你，看你逐工责备家己。金苗上手嘛，经我这小妹仔尔，应该你爱替金苗好，才我不能得着啊！我会当请你大，我哪会当听互你破？我要倒转来台湾的决心。绝对袂改变。我是用我的手腕，毋是用我的身躯。你包少爷会当了解我这份心。